观众朋友，18月，老师平安。平安。老师的后壁是一个什么树啊？这姜啊树啦，姜乐树，姜老树。这是台湾较早族经济价值足大诶。因为出产诶姜乐姜乐油是占全世界诶70%。所以咱今仔个要讲着为着迄个有战争呢为着即姜乐，丛树啊。姜乐有战争。来我后壁即个是一个什么？第一份报纸。第一个伫台湾哦。咱要来讲第一份报纸是安怎来诶？来第一个印刷机这是安怎出现诶这真奇妙毋是我本来想讲是中国来诶呢，什么中国诶印刷术，结果毋是安尼哦。好，所以咱一定要看到最后有人知影答案诶无？会当写落来好，讲到即个战争，姜乐战争啊，这较少人知影系啊，毋捌听过。168年11月29、12月7日，即敢若11日尔啦。11日发生这个战争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台湾出产3个宝贝，就是地叶嘛，姜乐嘛，这两项过来甘蔗，甘蔗就是蔗糖，这3项是出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拢需要的，尤其姜乐咱占全世界的70%。拢伫台湾，因为台湾的土地足容易来种姜乐树，真好种啦。我迄花骹后白甲种落，就活起来啦。因为足好趁钱啊，因为逐个国家拢要爱，拢要抢买来买姜乐油。姜乐油清朝的政府想讲安尼毋好呢，这是足好趁钱的所在啊，所以因就甲伊。就讲收起来国家有啊，讲干那伊国家会当卖，村诶人拢袂当。英国人嘛咧买，爱甲中国诶政府买。因着台湾人家己规定诶，因为根据迄个天津条约内底就会当自由贸易啊，就无即条例。伊算做台湾人台湾诶官贪心啊。伊就设立讲好，敢若官方会当卖，村诶拢卖。安尼英国人就无啥物利润啦。所以因就向百姓买，因就向因买，向因买就无经过官方，安尼叫做走私啦。走私有一届就英国诶遐物件，就互政府甲掌着，掌着甲伊没收。没收住伫台湾，咱前礼拜有讲过讲一个叫做冰淇淋有无？冰淇淋咱讲冰淇淋。感觉过去山顶个啊，迄个是台南即个海关的代表，英国的代表。伊就要去，就是台中的一个乌漆港五车港，因为伊个酱料英国人的酱料互人没收着五车港伊就去五车港要甲讨转来。结果伫中途中国是清朝的兵甲伊拍了着伤，安尼代志就严重了。除去即件代志以外，阁有就是伫高雄传道里的遮牧师传道，拢受着。就是讲老百姓甲伊欺负，甚至甲教会烧掉、拆掉，阁传道人有人互人拍死，有人就互人掠去关，拢足惨。但是即款代志是毋对的，因为中国的政府也毋准安尼啦。毋过台湾的官员伊就想讲利用黑道的来做，阁袂歹伊政府袂当做遐黑道会使就放一边无看安尼啦。结果英国就抗议，抗议伊就派兵出来，对安平港就拍入来拍入来以后变成
那政府倒是无法度通处理啊，就是变成互台南的新书，台南的新书大家招招的讲去甲英国讲好，讲你莫拍台湾，看要安怎赔你吼。啊，英国人要求讲你互我4万块，4万互英军，英军呢就无拍副城，因着家己这4万块毋是政府的是一寡好野人轻轻的斗来好4万块的，安尼英国的兵就会退出台南，就无拍副城，无就副城就去互拍甲密密麻麻，后来呢，政府就派人来甲因定条约。就去讲好啊！这是台湾甲英国你看迄个条约的内容，你就知影讲当时台湾的官是安怎做的第一项讲会读上落官办，是讲袂使去上落，就是讲政府并无允准台湾的官安尼做。台湾的官算做爱甲贪财就对啊！伊家己定即个方法。这是毋对的无来个其他的定外商要安怎采运的要安怎采买来要安怎买第二条讲鹿港的东市是一款官名，甲凤山的市官可能叫做县长吧，咱即摆叫县长，两个就开除，无搁互因做县长，因为因做了毋好。因无经过清朝政府的同意，就家己设置的法度，佮处理百姓的代志也无公平，所以两个人拢无尽职，就互开除你看，咱遮看出来讲，台湾的官是毋是用黑道的来咧做工课？来第三点讲赔偿外人一切损失，就是讲你没收的。上落爱行人，去先拢总17000块，17000块，你去比较迄个顶悬迄好个人轻轻的4万块做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就讲，我以后袂去犯这个代志若搁犯着这4万块你扣，就讲我袂去拍恁的团队人啦，袂去禁止恁的人伫阮遮团队伫遮，搁阮袂安怎4万块互伊扣做保证，4万遮国家赔偿甲17000块，你看差足济是外人传教的自由，因为以前传教无自由嘛，所以上了战争以后，巴克的咱真个毋是讲巴克的牧师来台南23日就互人赶走，赶走以后去高雄，一直高雄伫遐。建立基督教会，搁伫遐做3档后，就即个上了战争以后，已经得到保护啦。就种宣教者有人保护啦，马雅国个倒转来台南，所以伊伫即个时阵就倒转来。伊伫高雄的代志呢，186年上高就是打到就高雄啦。伫打到宣教区甲基督医馆，拢总交一个牧师叫李修李修啦，李修牧师，迄个牧师是算做对英国派来台湾的第一个牧师。马雅国是医生，伊是第一个来医生兼宣教者。李修牧师是专任的牧师，这是第一个。就将高雄的代志交托互伊，因为马雅国本来就是要来台南，因为伊讲台南的人口7万人呢，伫高雄也甲几千人尔根本就因就是看中迄个府城，因为府城算台湾的上大的都市啊，所以马雅国就是要来台南。即摆个倒转来台南的是台南的仁路口街，即个街毋是看西街，真个是伫看西街，互人赶出。即摆是伫另外迄个街，即个街目前叫做卫民街啦。卫民街入去无外项伫正平，正平即个土地目前是台南叫做启聪学校
客创学校的校地，就是伫即个为民街内面，伫遮啊，伫遐做医馆，啊，医馆伊个有设立讲，佮训练一寡台湾的团队人，啊，佮其后遐有哪有训练一寡团队人，啊，着甲两个团队两边的团队训练的迄个机关甲合做伙，啊，伫台南成立一个叫做台南大学。台南大学啦，迄个台南大学，啊，目前的台南大学是南师的啦，台南师范学院吼，啊，较早的台南大学就是新学院啊，就是目前的台南新学院，即阵抑阁有哦，抑阁是咧招生哦。所以即个马国不只是医生吼，伊阁甲什么教育。伊个注重教育，伊是医生，啊个有训练，对，咱即个讲印刷机的代志。听讲伊个迄个管一个艺术，对，伊后来伊就退休，倒转去英国的时阵，巴克咧已经来台湾，巴克咧牧师啊，已经来台湾。啊，巴克咧牧师佮倒转的时候，就是要甲伊搬一个印刷机来，就是马雅国管出来，伊管一只印刷机，拢总有11箱啦，拆咧，挂牌字的啦、印字啦，遐里里扣扣的包包有11箱，请巴克咧带来台湾。啊，巴克咧当然伊倒转去，因的英国伫遐学安怎牌字，安怎印刷。因为印刷的厂就是安尼，即张图吼，就是我伫爱丁堡，我伫爱丁堡翕的。爱丁堡因为迄个世界的印刷厂，算作是私营的就对啊。啊，伊伫遐甲因的印刷厂吼当做一个古早保留落来的样本，较早就是安尼印刷。啊，巴克咧牧师呢，倒转去爱丁堡咧学的时阵，就是伫即款的情形下，伫遐学印刷，学了11箱的物件，就搬来台湾。啊，即只印刷机呢，目前还阁有伫咧，是放伫中学的迄个教会博物馆内底。迄阵无飞机啦吼，拢是行船对无？啊，无坐飞机，甲咱摕2箱，11箱足济呢。伊拢总有11箱哦，因为伫遮拆开，甲伊组合起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代台湾的。这个第一代印刷机，台湾第一代。啊，出版第一份，因为有印刷机啊，若无印刷机就无法度出版报纸。啊，因为有，所以第一份报纸就安尼出来，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这真有名的吼，大家人拢知影吼。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叫做台府城教会报。即本应该阁有即个图吼，有啊，抑个咧出版叫做公报社嘛，公报社的刊物。但是伊第一届出版的是，毋是用即摆咱写的字哦，是完全拢用达玛字哦。达玛字，即个达玛字，达玛字是啥物？毋是达玛卡。啥物是达玛字？系啊，这是啥物达玛字？达玛字哦，其实是达玛字。达玛字是一个人，一个牧师的名啦，是美国的归正教的牧师，伊说。这吼，我有写伫顶管John Tamez，Tamez，伊是翻译做达玛字，啊，因为吼，伊阵伊做一款字出来，做一款字出来，人毋知影叫做罗马字啊，迄阵人也袂晓讲迄是啥物字，啊，就甲伊讲，迄就是达玛字啊，啊，达玛字啊，共迄个时阵吼，拄啊有迄个即铺路迄款。咱叫做沥青啊，个保油，迄个时阵我入来，啊，迄款油哦，逐个以前我咱毋捌看，啊，即摆看来讲啊，这个达玛加啦，所以达玛加都是安尼来，啊，讲达玛加念着卡，叫阿爸买伫卡，伊卡互我滚暖暖，有无迄条囡仔歌？达玛加
就是达玛字，就是达玛字，用这个名来做吼。哦，其实是一个，马雅各牧师伊有翻译圣经，用达玛字翻译的。我恐惊足侪人拢看无，所以我就甲写国字出来。巴克咧后来佫有翻译佫较好诶圣经吼，有哪共款翻译圣经，甲现代有哪有台语本诶圣经，咱来比较即三个人翻译诶圣经诶无共诶所在。第一吼，我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迄个中国话是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说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安尼写。但话变怎讲？伊讲信就所望，那亲像已经得到，未看见也有凭据。讲伊的意思是讲信就是望，那像已经得到，就讲你干那伫望就是还未看到的啦，代志还未发生，所以你有伫望啊。望那就已经亲像已经得到啊，若未看见也有凭据，这是马雅各翻译的。来看巴克列吼，巴克列伊就讲信就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伊翻译出来，你对这款你该了解，你若是真正自细汉拢讲台湾话，佫未晓听国语，那安尼你可能看马雅各的较准，你较看有啦。来现代圣经吼，现代台语讲，信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毋过这把握个肯定，毋是普通人了解的哦。是，所以你爱先知影肯定是啥，知影把握是啥，甲有法度通去了解。即个国语的圣经，我嘛是读无啥有，但是台语写这，讲信就是说，望那亲像已经得到哦，这句话真水哦。你这望安怎像已经得到未看见的也有标准哦，也有凭据。所以咱知影讲，一个传道人，伊拄去伊病以外，传道以外，佮改变人的思想，甲人的生活提升起来，甲毋对的所在甲人讲，伊就安尼牺牲家己，愿意来做遮个代志，因为上帝是爱人，爱基督徒，用伊的行为，就是用伊的行动来传道你，毋是用迄支喙咧传的。是，若是干那靠迄支喙就无效啊。对，因为人对迄个宣教士的印象拢是讲啥物？你爱来信哦，无就会去地狱，对无吼？无来信的人会当去天顶安尼。拢对迄个宣教士的印象拢是安尼吼。其实宣教士伫台湾吼，真正足侪贡献的吼。想讲拄则明辉问讲。迄个，迄阵诶4万箍，真是足济。即阵400万，我惊应该是4000万啦吼。4000万用即阵诶代表来讲，应该是4000万啦。你看遐个人吼，为着要赶走遐尼啥物英国诶人吼，遐尼济钱。伊就要保护，原因就是要保护台南，像日本人入来时阵，共款有那是新事吼。走去请巴克个牧师，甲宋中建牧师去甲日本人讲你莫拍，因是要用武力拍入来。若拍入来，台南就拍甲密密麻麻对。就来讲，因为马关条约吼，台湾已经挂互日本了嘛，你佮拍无效啊！你要甲伊烧钱，你一定输诶嘛，加无采工诶，加了诶，所以因就有哪是共款一寡。较有名望诶人吼，就请巴克个牧师甲宋中建牧师2个牧师做伙去，因为若无请美国诶嘛，无请英国人去，惊讲伊去到半路就互日本人拍死啊，所以就请因做伙去甲伊讲入来。这故事咱用2工较个讲个。系啊，足趣味诶吼，就是讲咱开钱叫人爱入来咱遮安尼就对啊。开放来个爱互人钱，所以其实是世一人吼。
但是上帝足奇妙诶，吼，伊经过几啊百冬、200冬吼，拢无传教士入来吼，但是借着即个机会吼，第一个西医入来啊，来真正是福音无价。伫上帝遐吼，4000万无算啥物吼，但是因为借着安尼诶钱吼，会当互遮尔好诶代志传入来，还有即个印刷机对无？第一台印刷机伫马来西亚嘛是当时入来诶吼。来，观众朋友会当甲阮讲一下哦吼，有去查看觅下好。安尼多谢老师，今仔诚欢喜吼，我搁转来伫澳洲下晡2:10吼，后礼拜一下暗同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下暗吼，要通逐个伫空中再会。阮诶即个明仔载我生日，多谢美秋。明仔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也嘛是祝福大家吼，身体健康，稳定满满吼。今仔真感谢观众朋友吼来支持吼，感谢大家对阮的爱护，会甲家己试一个赞哦，还会记甲家己试一个赞。其实我这是白天吼，但是看起来像下暗着。分化的关系好，安尼来后礼拜再会，多谢老师平安。好，感谢。